咁我哋中心咧比較特別就係我哋淨係會參加一啲全國性或者全球性嘅一啲大型嘅比賽，咁小朋友喺呢啲比賽上面咧就會得到滿足。咁同時我哋會提供一啲考級嘅服務，令小朋友嘅編程咧逐階咁樣去上，咁係為咗佢未來嘅發展去做嘅。咁開業嘅時候咧會有一啲困難嘅，咁係因為學生比較少啦，知名度又唔夠多，咁家長咧要信任我哋呢度咧係要需要一啲時間嘅，咁所以但係我覺得只要我哋用心做嘅話咧，家長其實係會睇得出呢一個老師對佢哋嘅小朋友有冇負責任嘅。已經開發咗一個小朋友用 AI 自動判題呢個系統，咁小朋友咧翻到屋企，如果打曲打錯咗咧，基本上佢都會知道會打錯咗邊個位置。咁同埋我哋之後咧會開多一間分店嘅，籌備咗近3年之後咧，我哋先至開到第2間。咁同埋就係我哋希望我哋嘅教學咧係會行得比較前嘅，因為而家 AI 時代，大家都係會淨係識用 AI， 但知唔知個底層邏輯咧？如果我教到一個小朋友，佢知道底層邏輯，知道點樣去修改，亦都知道咩算法係對標乜嘢嘅 AI 嘅時候，咁我哋呢個教學就非常之會完善啦。